標標冷知識 Watch here， 大家知唔知邊個品牌曾經消失40年，但一復出就巔峰？佢就係德系製錶嘅代表朗格。故事要由1815年講起。費爾迪南多·杜夫·朗格出生於德勒斯登，師從宮廷製錶大師古特海斯，曾經參與研發新柏歌劇院5分鐘數字鐘。1845年，佢帶住15個學徒嚟到德國小鎮格拉蘇蒂，呢度原本靠銀礦為生，但隨住礦脈枯竭，經濟崩塌。朗格目標好清楚，佢唔只係開一間工坊，而係為呢個鎮建立成個製錶產業。朗格引入公製系統，取代法製同英製單位，提升製錶精準度。佢仲建立分工制度，每位製錶師負責特定工序，大大降低失誤率。呢個時期仲有一項影響深遠嘅發明，就係3/4夾板，通過大夾板取代多夾板設計，所有齒輪軸孔都位於同一面上，降低摩擦損耗，大幅提升機芯穩定性，奠定咗德國製錶嘅 DNA。1868年，品牌由阿仔理查朗格同艾米朗格接手後，正式改名做Lange und Söhne， 意思係朗格和他的兒子們。想知朗格嘅兒子們搞成點，就記得鎖定下集啦。